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毋是我爱食，是今仔中秋吼。这顿中秋你食偌济？这顿中秋食甲蓬风巴掉，你感觉真罪恶。刷来2天，你不爱食来减重，那减重敢是数学加1来减1遮简单？今仔日3位专家来甲你讲春车，什么叫做减重？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咱營養師盧明環。大家好，大家好。第二位，在網絡頂頭大家叫佢 Scott， 嘛是復健科的主治醫師王書行。大家好，我是王思騰醫師。第三位，金健康總經理洪碩卿。平平好，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啦，中秋節你食濟真傷身體，嘛體重會衝真懸。但是平常時呢，佫無咧運動，愛食甜的，譬如講，佫食即個零茶，那就可能呢，着三高，引起的代謝症候群。那國健署呼籲民眾，就要控制呢個腰的即個大小，來開始減少呢傷肥，來引起的即個慢性病。營養師就開始建議啦，對食了開始改變，愛食。對這個高營養、這密度圓形的食物啊來食，你的血糖啊較袂變懸。中秋節結束，烘肉、粿餅酷酷食，毋過油脂熱量懸、糖分懸，體重可能會稱懸。像40外歲的吳小姐，平常時愛食香甲有糖的飲料，體重稱到65公斤 ，BMI 超過標準。一直到去年發現走路會喘，去看醫生才知影得到代謝症候群。走路會喘，就會爬樓梯會喘。那今年就好一點，就是我是盡量說，變成說，如果能站的話就盡量不要做啦。國健署指出，大可能會演變做代謝症候群慢性病，而且這寡慢性病佔國民死亡率60成以上，呼籲民眾就要重視。不過要減重，除了要有規律的運動，嘛要改變無健康的飲食習慣。以早頓做咧，營養師指出，台灣人的早頓常食碳水化合物含量真懸的組合，欠缺菜色水果，食食纖維比例無夠，可能會讓血糖佇短時間內稱懸。今天如果我們比較想吃麵包的話，我們可以盡量挑選一些比較歐式的，或者是雜糧的麵包。那三明治啊，我們可以選擇是優質的蛋白質，譬如說是里脊肉啊、雞肉，這個都 OK。那最好的話，可以選擇裡面有其中幾層可能是加蔬菜或加水果的。營養師建議愛食較濟纖維，選擇高營養密度的原型食物、低升糖食物，較袂互血糖向稱懸變大顆。記者綜合報道。其實吼。這1點鐘要講到完了，無啥有可能，吼，因為要講的面向太濟啊。敢若阮吼，這製作單位內面的少年囡仔，大家都一人一款，吼，有的人講伊無食早頓，有的人講伊哦一禮拜哦枵2天，有的人講伊168，有的人講伊安怎都安怎。但是呢，3位咱1點鐘了，應該互觀眾朋友一個概念，食什麼物件相對性來講。是較健康的，比如較圓形的，還是講，咱大家攏知影講，啊，賣甜的物件就較迄度，但是甜的物件你就非食不可，啊，要安怎來選擇？啊，而且市面上吼，咱來看，哦，足濟這減肥的方式，我講長式啊，頭拄仔咱頭仔事先就咧講，阮這個廳內面吼，阮的少年朋友 Kelly， 哇，你三角敢得高嚟講哦。我一禮拜要兩天要來斷食，吼，安尼敢對？伊講我為了要穿即擺真流行吼，剛好迄腹肚哦會當流出來，啊，所以愛真平安尼，哦，啊，這是個人主義，但是咱要主要1點鐘起來，互大家一個概念，食什麼物件，吼，尤其一寡名詞啊，譬如講我要先請教營養師吼，什麼叫做 DGI 啦？ GI 較低，這是什麼意思啊？大部分是什麼物件 ？GI 就是升糖指數嘛，就是講你食澱粉的物件以後，你血糖會稱懸。愈緊就是 GI 較懸的，啊愈慢就是 GI 較低。愈緊稱起來，
清起来啊，有啥物败害？对你的血糖无好，啊，过来就是一个叫做胰岛素。啊，这个胰岛素，那胰岛素那称伤悬、称伤紧，会致出啥物结果？伊若是一届放伤侪出来，脂肪会堆积。哦，嘿，哦，所以观众朋友要注意哦。你若比如讲，你若一口糖食落去了，迄胰岛素就出来，对，吼，要甲消化这块糖，对。吼，啊，伊若放伤多，脂肪就走出来，应该是讲会堆积起来。会塌起来。对。啊，所以上重要，大家都会记得讲，你糖你就慢慢啊升，对，慢慢啊降。嘿，对对对。啊，你脂肪就较袂堆积。是，对。会使安尼讲。会使安尼讲。那王医师，你有是毋是安尼大约啊？是毋是安尼这个意思？上重要的减糖吼，就是热量要减少了。哦，我们饮食里面所有的热量决定我们会胖还是会瘦。我安那医师安尼讲，我就规气卖食，我的热量就无，安尼敢袂使？啊，规康龙卖食哈，有一个问题就是啊，没办法持久。就像说哈，我们一个学生啊，平常都不念书，哦啊，到考试前一天，哦拼命念开夜车啊，都磨捆，啊这样没办法持续嘛。啊，你平常都念一点，啊，你到考试前就不用这样开夜车，啊，那个整天不吃，就像你每天都开夜车一样，有没有效？有效，可是你没办法很长久的。食到要把小阵其他的卡的病嘛走出来。是。吼啊，但是苏兄姐，即马市面上吼，我即马有列出来吼，有即个 DGI 啦，有青铜的啦，有168啦，有地中海地中海啦。即马还有啥物基卡的即个减肥方式？真济啊！我感觉咱减肥定也是一种流行啦，所以一尊。减肥是一种流行。真正是啊！你讲迄个生酮哦，迄是差不多3档4档进前，当初做流行，你知影？连有一寡医师嘛是在做啊。伊是安那会流行？因为讲实在，你若真正有照伊讲的方法来做啊，伊是瘦真紧。我可以做差不多2个月用2-3个月用3-8公斤，以我来讲。啊，可是就是讲你爱真知影讲伊内底，因为同早以前咱一直就讲生酮的这个饮食的方法，是毋是伫同早以前讲迄什么阿金减肥，就讲迄食肉减肥，就讲哇，迄当阵查甫囡仔听拢做欢喜啊。就好诶，就讲有一种减肥，有一种减肥就是我认真食肉，我一食肉，我就用去瘦。讲实在一件代志吼，先讲拄啊。一个同重要，你若减肥，就是你食爱较少，啊，你糖爱较济，对毋对？所以同主要就是你食的这物啊，伊的总量爱管制。吼，啊，这总量管制。听起来敢若健保咧。嘿啊，是啊，啊，总量管制，再来看，安怎管，会健康，搁会减肥，这是同重要。可是有一寡人讲，嘿啊，所以你会记得之前有一个纪录片，是毋是叫做《卖胖日记》的啥？就是讲有一个人，对，之前嘛有人讲。我隔壁就是迄素食店啊，我逐天食毋是会瘦哦，我就讲会瘦哦，因为你也莫食伤济啊，我总量咧标准以下，我就是会瘦啊，所以头一爱了解讲家己吼食的量是毋是超标，啊，第二再来讲啊，这个方法就是用啥物卡门，比如讲这个生酮，伊就讲，我就是想讲吼，我拢莫食迄碳水化合物，所以呢，我甲你不只是糖哦。咱饭莫食，咱所有的迄个淀粉莫食，拢无啊，爱控制甲足严格哦，足严格哦。啊，而且伊个爱油爱有一定的比率，因为有人讲啊肉应该就无糖，肉嘛有一丝丝啊，所以你量嘛免食伤济哦。所以我当初有当时逐工拢爱做啥，你知影？我去买迄个杏仁的粉有哦，啊开始做迄个杏仁啊，甲椰子油啊，甲啥去做迄饼。因为伊食伊就会符合伊的要求嘛，我油足侪，我糖足低，有小可的蛋白质安尼，吼，你讲伊是用这个方法，啊，可是你想讲一般人我跟你讲真困难，因为你爱甲算较的标准，伊讲差不多有当时佫麻烦，我无遐尼麻烦，有人讲过去药局买迄啥，你知影？买迄生酮试纸，吼，就是讲因为检验讲我有真正我的身体开始进入这个生酮的状态。所以呢，伊爱看迄尿内底，哦，爱验看嘛，即摆有几个钾、几个酮安尼吼，所以真麻烦。好，到后壁呢，
较简单的变成是168，因为168比这生酮比起来真足简单，你知哦？所以有的人啊，有一寡名称伊嘛是安尼用，比如说之前我可能10点开始食第一顿，啊，我暗时6点食我第二顿，啊，我10点到6点之外时间，就是10点进前6点以后我莫食物啊。我记得有一个人嘛是用这个方法真趣，你看进前有一个美国有真有名的一个好野人，叫做叫 Brian Johnson 嘛。反正伊迄当中就最主要是要互家己留较慢的。啊，伊嘛是用这一段，因为168就是差不多这个方法吼。啊，我感觉这做so简单呢，因为你想讲，我著早起10点食，我著差不多6点以后拢莫食嘛。可是有一个问题，我捌一个迄个名车伊的助理啊，生出足水的，这样足水的，著碰皮，可伊家己嫌家己足伤大箍，就是一直会减肥。啊，以前有这个方法了后啊，伊就开始减。我讲奇怪，斗啊！大家拢168拢瘦，你现在168愈减，感觉嘛足碰皮。后来我观察着，我看讲吼，伊迄男即个168 10点到6点，比如伊用这2个时间做6吼，啊做8伊就做一个代志啥，伊吼。哦，袂使，我剩1点钟用食，开始迄个珍珠奶茶啥，讲叫咧，嘿，我剩1点钟用食，我讲无怪你袂使啊，因为你想，但即个中间你拼命食，啊你拄仔讲的中量关系嘛。你总量低，你断食断16，你断20嘛，共款你4点钟家己吃超过嘛是共款。所以迄当阵这方法真济嘛，真济人用。啊，可是有的人用唔对，啊有的人就是讲，足奇怪，我因为安尼，我感觉迄胆结石啊，还是啥，感觉有复发，这种爱吐。啊，另外DGI 或地中海，说讲实在，这是健康的减肥的方法，可是真济人根本就想讲做袂到，嘿，又讲，嘿啊，又讲。你那足慢的啊，足慢啊，做袂到。你知影减肥就是做会到，但是足慢的。足慢的，啊！你想讲减肥，阮有当时啊需要一点仔信心。但是哦，所以我坦白讲，我就是像这 DGI， 我就是逐工照照步安尼行。但是我按10几年来，我嘛毋捌肥过。不过我咧想，一般人可能无一定，我观察啦，我周边的朋友啦，就。有可能做到安尼的人也是真少，我毋是讲我真厉害，因为我其他物件我食落有反应，你真厉害啦！你真厉害，你太老啊！食落感觉会胃，你知道？可能咱人老啊吼，食到其他的物件食到起烂。不过，若是要对一般大众要来传播，讲因为即摆国民健康署吼，伊咧强调一项代志，叫做减糖。哦，糖即个幼儿病的糖。这到底这是什么概念？糖吼都是淀粉，饭啊、面啊内底拢有这，啊这糖粉嘛有。糖粉内面。对。这绿豆做内面嘛有嘛？有啊，绿豆嘛是淀粉。淀粉嘛吼。啊，过来。啊，过来就这。啊，这边讲。这边讲。啊，这油啊内面有无？有，水果嘛有糖粉。哦，大家注意哦，水果嘛有淀粉。糖粉甲淀粉。糖粉嘛，吼。对。啊，这用钱的，搁较免讲。钱的是无糖粉，但是若是有面衣这种的，有果粉去钱，迄内底嘛是有糖粉。哦，这就是咱就是低糖饮食。对。是安尼吼。啊，低糖饮食是按照国民健康署要来做这种低糖计划，啊，而且在社区内面要来做这项代志。即马糖尿病的人足侪。糖尿病。对。可能就是咱淀粉食伤侪是一个原因啦，对，所以讲淀粉食较少的，对你的血糖啊，还是对你的体重啊，会控制了较好。我问一个上简单的问题吼，就是其实吼，像咱在养病内面吼，我想每一个人拢想要减肥啦，吼，这变做全民运动啦，是全民，但是我讲不如讲是全民话题啦，就是讲你真正有去做吼，可能无一定，但是。大家拢讲2句啊，一定有。对。要安怎互人会当来开始有这个动作，有这个动心起念，啊有这个行动？你认为上简单的方式是啥物？我感觉这足困难的。安尼等去，安尼通过会领大家等去，足困难的。有的人是身体出问题，才会讲我要减肥；啊，有的人是爱水嘛，像我可能嘛是，我一直都有咧控制我食的分量。对，比如讲我生第2胎之后，嘛有做168，
嘛有做168。对。哦，所以这款减肥的方式，唔是讲绝对好、绝对歹，拢是看你安怎做。但是你即摆还有咧做168无？即摆无啊，因为伤痛苦啊。我迄阵是9点食第一餐，啊到5点嘛。但是5点以后，我爱煮饭，互阮翁啊、阮囝食，啊我袂使食，安尼足痛苦的。哦，迄酷刑咧。所以我差不多做1个月半，真正有瘦哦，差不多1.5公斤安尼。但是我无安尼做以后，差不多1礼拜就转来。但是杨叔，你即摆看起嘛无，袂讲真，你嘛 OK 啊。我是有咧做重量的管控，啊，你甲咱分享一下，你安怎做重量管制？比如讲，我嘛是食减糖饮食，就是我饭啊一顿袂食超过半碗。一顿袂食过半碗。对，啊我两顿有食饭，第3顿都无食饭啊。暗顿无食。对。但是你早一顿有食饭吗？毋是饭，那是淀粉的物件。哦，淀粉的物件。比如讲，番薯啊，嘛是算。对，嘛是算淀粉嘛。对。嘛，若是有凝固恁内底嘛是有糖分哦，有乳糖嘛，对无？嘿。啊，第3顿都无食有糖分的物件。所以一天食的淀粉你无超过半碗。若是讲饭啦，无超过半碗。哦，啊那其他的物件呢？其他蛋白质爱食较济。无，你规矩甲咱讲，你今仔日到单为止，你食偌少？啊，我今仔日到这回啉咖啡尔呢。哇，安尼敢有正常哦，是？我嘛是安尼呢，我嘛是做168呢。哦，你若是做168哦？我做10几年了。哦，所以你拢是做168了对啊？我即马无啊，有啊。我意思你讲看嘛。我刚刚总量管制哈，是我们一个目标，就像我们要盖座房子一样啊。你房子可以用木材做，你可以用钢筋水泥，可以用砖头，可以用好多不同，你用石头都可以。就很像你减肥的人，你可以168，你可以地中海，你可以低升糖都可以。每个人习惯顺手的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最后的目标就是要盖一栋大大的这个房子出来给大家住。所以其实168地中海啊，我们是都觉得很 OK 啦。啊，我自己的经验哦，我是觉得早餐不吃我不太会饿。很多人早餐不吃就腰啊，对，没精神。啊，我是完全没有感觉啦。所以我10几年来其实都没有吃早餐。所以第一要看每一个人会当适应，袂当适应。但是王叔你他所讲的就是讲，啊，我太会知影你讲你起厝啊。我后头逐项我落去称，逐项落去量，讲这操我力量偌济，我做一个重量管制。我毋是健保局啊，啊要安怎做重量管制？这个我们就是要学习，因为现在的食物好多地雷，像我们这边看到的，里面有些是热量很多，像我们这样子一个鸡腿便当这样随便热量可能要超过700-800大卡很基本都700-800大卡啊。你看我们一个人一天可以吃大概2000多而已，所以你轻松松就一餐就吃掉1/3，再加上我们一些饮料啊。我那个今天请我们诊所的同事喝饮料，我就会看那个饮料的单上那个700 CC 的饮料500大卡，甚至有700大卡的哇恐怖，所以很多地雷啦，这个我们首先要去想。所以一粒便当就差不多700大卡。那是鸡腿用卤的加700。无，这先用钱的。这有钱过都不止啊。对，有1000的都有了。我说的比较保守。对。所以我自己控制的方法是，我会知道哪一些东西是地雷。如果我没有真的很喜欢吃，我就尽量避免啦。像那个珍珠奶茶啊、炸鸡腿便当啊，说真的我也没有很喜欢，我就尽量不碰啊。但是像我自己认为啦，水果啦，虽然里面有糖，但是我自己的水果我是不会特别少吃，我甚至会多吃，因为水果里面很多纤维质、很多水分。这问题来了，有的人讲果子你唔能看果子你唔能计较有的果子高升糖的物件DGI 真中的敢若什么苹果啦其他。无呢，果子大部分是 DGI 呢。大部分是 DGI， 有高 GI 嘛西瓜嘛，西瓜较悬，西瓜较悬。对。还有其他的物件无？葡萄，奶鸡。葡萄。对。奶鸡。剩的差不多。榴莲呢？榴莲我袂。雪茄咧。雪茄你还是迄个往来雪茄伊就
应该真迄个。哦，这可能爱去查一下。因为有当时有的人讲就是甜吼，就一定是高脂癌，无一定，因为你爱看内底伊的糖的组成。对。因为咱吼，如果咱糖啊，有的是蔗糖啊，有的是果糖啊，啊有的是葡萄糖啊，啊所以偏偏这种3种糖啊，葡萄糖就是食落水能利用，所以伊的升糖会较紧。对。啊，有一寡糖你爱先分解，还是讲伊无一定会进入升糖，比如说果糖，我无一定会你要迄个途径啊，所以我食起来甜无一定升糖。所以有的人讲啊，这要求低，这一定升糖，唔是。吼，你爱知影迄内底的组成。这边都会查。这都还问因啊。不是啊，这边都会查。在网络上拢有啦。哦，就水果啊，低升糖安尼落去查。对。哦，啊，但是即摆这季节拢是啊，譬如讲芭乐一定是低升糖。对。哦，但是嘛是袂使食伤济啊。但是嘛袂使食伤济呢。袂使食伤济。对啊。听讲这油啊吼，内面的镉离子真济，所以食2万、食3万就差不多啊。2万、3万，差不多1份水果安尼。差不多1份水果，1份水果1份的概念是啥物意思？你水果切放在碗内底啦，我拢爱差不多8份甜安尼算1份。哦。啊，一个人一工差不多。我是感觉上最2份就好啊，啊，有人食3份嘛会使。一工只好食2份水果，安尼。较健康。哦，你说安尼敢 OK？我自己的很多经验哦，就是说很多病人啊来问说啊，王医师，我这个水果吃太多了会不会？然后我这样跟他喂教，他结果发现他肥胖的原因根本不是那个水果啦，它旁边还有啤酒，还有烤鸡，还有这个泡面，还有蛋糕啊。可是吼，啊，伊那先故意来问你几个？我就是感觉这样，大家都会先问我水果啊，可能自己吃有一些比较不好意思，或者是他可能觉得那个没有热量。像我遇过一个人，真的刚刚跟我咨询过，他说，王医师，我这样吃每一餐都很少啊，你看这个瘦肉，这个青菜，我每餐这样吃啊，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哦。后来我跟他聊了30分钟，才发现他每天3罐啤酒，他说那有热量嘞，啊我不知道哎，轻轻的怎么有热量？很多这样的人，很多。第一，有的人唔知影什么有热量啦，那譬如讲这糕仔饼这边讲，这一定有热量嘛。但是酒有热量真悬嘛，是真悬。所以讲这酒应该是真悬，因为咱讲讲这个食物伊的卡路里啊，总共啊是糖。1公克是4个卡路里，对不对？啊，先那讲卖钱，因为油1公克是9个卡路里，对不对？可是酒呢是7个。所以咧，在就讲有人想讲，哎呀，这做好啉啦啊，所以有人讲，现在讲叫做液体面包，因为实在是就是伊的热量无够，所以这要注意，就是定定这有咱生活当中吼，这食物咱看起来感觉安尼应该。袂大好啊，其实呢，你唔知伊内底藏的迄个卡路里。比如讲，你拄仔讲迄鸡腿，伊也先煎再卤，就甲全卤的无共款嘛。啊，比如讲有人讲最近咱中秋节毋是最流行迄两仁酥，有的你食落感觉最好食，因为酥吼，迄皮拢安尼一个拿出来，做酥的时阵你来想啊，就讲。就酥是啥物意思？原来做这件是安那酥。我以前有做烘焙嘛，所以知嘛。迄内底就是我做酥皮的时阵，我就是一站油皮油酥，就是安尼起嚟，就是用油起来打开，伊再一站分开嘛。所以伊做酥的时阵，你要想讲，这件酥是安那做的，有当时油来较济。啊，第二，比如讲即马人吼，迄花样做济。比如讲，因讲哇，这不知酥，我这吼2年过来用爆浆，用流沙有吼。啊，种有人做迄流沙的月饼啊，流沙安怎做？是安那人的烘料就是定，啊，你烘料会流沙。有当时内底啊较侪糖还是油啊，你要淋，会安尼会流沙。所以平，所以平一粒月饼，可能1粒就是1粒，伊就加几十卡路里啊，你就感觉无法啊，这个好食有当时就是安尼换来的。所以你爱想法嘛讲。你到底食啥？这是真重要啦。所以拄仔是安那思考到意思是讲，迄总量内底安那分配。因为有当时有的人拢吼，才讲因去看营养师去看医师，讲我都无食啥吼。我咧讲，我拢数公斤就会大箍呢。对。嘿吼，你讲我吼50岁了，我数公斤就大箍啦。啊，就是讲，确实你的代谢有较慢，你因为年岁较大，你代谢会变慢。可是真济拢是你数的空气，拢是食落米啊。数空气了，大锅是要安怎换？所以你开始想讲，到底
除了空气了后，我食啥？食啥物？真爱想，所以第一招同简单，我教大家开招，因为我讲，阮兜拢是大箍的，阮兜最大箍的，因为阮兜大箍甲进前啊，比如讲我细汉的时阵啊。阮若要去迄落出去耍，毋是爱迄即马客人车用手机叫嘛，以前是要用招的，嘿，就去，我拢负责去路边咧炸，嘿，我拢负责去炸客人车先啦，因为阮若拢徛出来，阮一台客人车可能坐4个，足客，差不多按叫要中，你知影吼，就是差不多80以上90吼安尼，所以就因为阮兜拢做大箍，所以我自细汉我拢一直咧减肥，吼。所以我做这方法，我教大家。我感觉第一个，我看到阮一个朋友成功，同简单就是，你啥物拢卖到，你先记录，你先写我到底一工食啥。你每一食啥，你家己写起来。你写啊，或者个翕相翕起来。即马做简单啦，大家手机啊拢会翕相。我知。你翕相爱用 Excel 表来记录。嘿 ，Excel 表毋是来记时辰咯，毋是来记小人去记热量。因为阮连用300加总好来好。啊，就是讲你逐工用啊，我迄个朋友以前咧吼，伊除了做这阮叫做饮食日志了吼，伊拢食啥伊就翕落来，翕了后呢，伊甲暗顿的时阵伊做一件代志，因为咱无一定知影这差不多几卡路里对不对？可以即摆网络做方便的啊，你吼你也是食迄个便利店的，伊本来就有热量，你用记起哩。啊，如果你讲哦，就去隔壁肉羹店，我知伊偌济对不对？你用。一定查哦，迄真侪用资料啊！你莫讲查吼，有的人做对家己国做好诶，因为一个查就发现，这网络中吼，肉羹有的人写一碗是400卡路里，啊，有的想700，我一个400，你看一个讲，我可能较先倒一个，伊是较大碗是啥对不对？啊，伊拢行就是，甲伊要食暗顿进前，伊就开始算我看我今仔日写啥，啊，差不多偌济，我剩偌济用食，安尼做总量啊。伊足厉害，我跟你讲，伊安尼，伊本来伊差不多半当嘛减10几公斤哦，10某囡仔伊就配合运动嘛，所以我讲同简单方式就是大家拢手机啊，你就记起来，你总量你不要看，起码足侪你拢会查到啦，就是你要查无爱查，啊，同主要就是讲我转去厝的这顿，我先家己算嘛，所以我知影说我即马差不多啥物，而且我伫做总量的时阵啊，我不只做迄个卡路里的总量。我会过来想讲，我今仔营养有分配着无？比如我早起我可能拢食外食嘛，可能迄拢饭较济啊，菜足少的，啊菜的色嘛足少的，啊每一样3色豆嘛吼，所以我转去我会知影讲，我今仔我无食着菜，可能所以我暗顿我就加1份菜。啊我菜我有当时我去拣哦，我就讲，因为我今仔拢食高丽菜，因为高丽菜俗的时候每一个便当内底拢高丽菜对不对？啊可是我想我会用食别的，所以我有当时要食什么？海带啊、木耳啊啥，迄可能有一寡色无共款，啊有啥物什么，就是我不只做总量呢，我搁会做迄我到底日时，我日时减啥，我即马甲伊报转来，啊，伫我这用食的量内底甲食起来，我感觉安尼其实无足困难啦，啊，只是讲你能持之以恒，啊，每一个我拢袂用持之以恒，因为我瘦落来了，我就开始讲，我讲我瘦落来是为了吃好吃的东西嘛，所以安尼，所以安尼。差不多变过来，你安尼一当走啊几摆安尼？无一当几摆，我用一日做动几啊年啦。哦，慢慢啊，因为但是安尼听起来算作是，你这算作有意志来的哦。就是讲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讲你袂用凭你的意志。我感觉会凭你的生活的习惯，所以有足侪用去减肥的方法。你爱选一个，就是讲你平常时用做着。比如讲你讲哦，有的人这样，我进前有的人啊，也去买营养迄个代餐的公司卖嘛。啊，你知影伊减肥这样做有效？你因为你叫伊代餐，那3顿你嘛是安尼做吼。差不多开100万3，差不多50公斤哦。因为100万，3差不多50公斤啦。好啊，然后伊本来盖大颗嘛，伊做有钱嘛，赞对不对？做好对不对？叫想讲瘦啊，瘦了就好啊，就无搁食对不对？啊，真紧50公斤就转来。为什么？因为这毋是你平常时会食的物啊，这嘛毋是你平常时会去做的运动，你这拢毋是你平常时用做，所以你随时你会打回原形。所以你爱选的就是你平常时用的，所以我就是
外食族，我平常时就是便利店，我就有便利店减肥法就好啊，我就知我会安那算啊，拢会使啊。你平常时咧做的代志，在咱们这个内底选你用做总量控制的方法。哦，1公斤2万块，我才10几年，我咪赚足济。你赚足济啊！你知你足厉害诶。毋是，但是我也是替一寡观众朋友来问讲，要安怎开始有意志来这项代志？意志啦，这样代志，我感觉是要靠你问讲像咱史考特医生叫你，保持要在你后，你一开始是安尼吗？其实大家都问我说，哦，一个礼拜运动5天吃这样子，你怎么控制的？我都说我没有在特别控制，就已经习惯了啦，习惯成自然。我都跟大家讲说，哦，你思考一下，你现在这样吃，比如说你断食好了，你一天只吃1颗苹果，你自己想想看，你能够做多久？你可以维持多久？如果那个人想了一下，面有难色，哦，一定失败了，那不可能成功。一定是哦，像我们在场各位，大家都维持很好的身材很久了嘛，哦，有特别辛苦吗？应该还好啦。我们不会觉得每一天看到这一餐就哦怎么那么少，肚子很饿，都已经觉得很自在、很自然了。甚至我们到后来，饮食有一点点弹性的，比如说我们要吃尾鸭、吃春酒什么，不会觉得很罪恶、很害怕，因为我们平常控制得很好，平常都有在认真念书啊，偶尔有一天出去玩，不会很有罪恶感的。哦，这是一种想法啦。但是咱这主要是要对这个开始，这个 beginner 吼开始吼，有啥物平常时就会当开始慢慢啊，互伊有啥自觉。因为咱坦白讲吼，减肥是一世人的代志。是啊。吼，有的时候20公岁啊、10几岁啊，伊就开始咧减肥啊。吼，像阮兜迄所4岁外，我看伊安尼吼，敢若中盘的，无中直的。我嘛咧惊咧，哦，你看起来咧，汉年足古锥的，我讲，吼，你这4岁外了，你香脆皮就走出来，啊，这饼干啦，还是啥物糕仔饼，食了真济，我讲袂使，你吼，你会当食月饼，但是吼，要配青菜，我逐工早起吼，互伊4叶的即个青菜，啊，你来配去食，安尼，互伊慢慢啊，互伊按一步一步慢慢互伊会。伊会爱食这个青菜，啊，互伊安尼中昼暗顿安加减加一下，啊，互伊通啊缓过来。无伊有法度，你即摆叫伊莫食这，伊要甲你闹啊。啊，但是这还阁是4岁外的囡仔，啊，若是10几岁还是20几岁的青春少女，伊也想讲我也要减肥，啊，这就做无够啊。因为我身躯边真正有即种，已经100几公斤啊。啊，咱甲好好啊，苦劝带伊去医生遐，医生也讲袂使，你著爱先断食，你著爱先每工食的物件减少，伊就挡袂牢啊。啊，若像即种，你要安怎甲引导讲，互伊慢慢一步一步踏入减肥的世界。这是一个意念的问题，我感觉这爱问临床心理师、諮商心理师迄款的营养师敢若。我讲一个足趣味的实验，互你知。我当时感觉吼，因为之前有一个真有名的大公司的头家讲吼，你这个人，你若练，你的喙就管袂牢，你有当时管会了啥？就等于讲，这个人你的身材都无办法管理了真好的人，你可能是一个失去自我控制力的人。可我感觉这是唔对的，因为即摆做这实验，甲大家讲吼，大个人的头脑内底想的，甲细个人头脑内底想的无啥共款。因这个控制的机制啊，有当时是有问题的。迄个实验足趣味，就是讲吼，你甲一阵大口甲一阵瘦的啊，拢甲伊关喺一个空间内底。这个空间伊是毋知影外口即摆时间是安怎过，所以毋知即摆几点。所以伊即个空间内底挂迄个时间呢是伤紧的。吼，比如讲即摆已经6点嘛，看起来对不对？其实是个5点半，甚至佫较早。所以其实还袂甲因平常的枵的时间，还袂甲因食饭的时间。可是个发工真趣味哦，大块人看到6点，就感觉我枵啊。伊差不多讲我应该枵啊，可是瘦就无啊，我就无枵啊。所以有当时啊，伊讲意志力，毋是因为伊无爱，而且是讲有当时啊，伊即个控制刹车机制还是啥，本来就无遐尼好。所以即马有当时啊，以前讲进前吼，大家感觉讲。减重一定是你家己来努力，可是我感觉有当时即马爱靠一寡其他的方法，甚至是药品，甚至是手术来帮助伊。像你拄仔讲迄个查某囡仔，即马我讲吼，咱即马青春期的这个查某囡仔吼，其实因是 M 型，我足瘦的。
啊，伊知影爱水，伊就一直不爱食这，不爱食迄，伊就会散。可是主要讲啊，那伊敢唔知爱水，有当下无办法控制。啊，所以我有一个朋友，规拢无去啊。我有一个朋友，比如讲因查某囝嘛是讲啊，奇怪，你要大学啊，你安尼，伊嘛迄个伊唔是讲无好看，伊感觉家己查某囝安怎看拢好看。可是伊个烦恼讲，我即马吼，你即个体型，你去大学吼会互迄落会霸凌还是啥？有当时交无朋友。啊，伊人就讲奇怪呢，啊，伊当拢袂散。结果伊去找伊去看医生啊。我讲你要去吴山科看卖嘛，因为我看伊个体型、甲伊个皮肤、甲伊后壁，我讲伊感觉有一寡代谢毛病。结果去看伊就是多囊性卵巢，伊本身迄个胰岛素抗性嘛足悬的，就是讲伊个体质伊本来无容易散，你知哦。所以医生爱配合一寡药物啊，一寡方法协助伊帮咱回炎较散较紧，伊才有信心嘛。无伊等于我嘛做食无这打袂出来啊。嘿啊，啊无起码你注射迄嘛共款啦。总讲伊这样做大颗，伊是种病态性的肥胖。啊，伊已经有糖尿病的前期，你硬叫伊卖食，伊就是要食。啊，即马注射嘛用帮助伊啊。同主要是讲。唔是硬靠家己意志啦，了解太人。嘿啊，这头像了解茶拢要摕起啊。对啊，来，我来分享一个也是实验啦哈，就是他们把一群人哦胖胖的哈做2种饮食的研究哦。第一种研究就是他们每天吃原型食物，水果啊、蔬菜啊，如果吃淀粉的话，那就是根茎类啊、糙米啊、原型食物。另外一组呢，他是吃就是比较加工食品，比如他就吃三明治啊、炸鸡啊、薯条啊、汽水啊、果汁啊，这种都比较是工业处理过的食物。那他们接受到的指令都是吃到饱一餐很多选择啊，你吃多少都没关系，看你。结果吃原型食物吃2个礼拜瘦1公斤，吃加工食品吃2个礼拜胖1公斤，都是吃到饱，都没有限制热量。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初学者可以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我们计算热量有时候真的很复杂，很烧脑。我们先学习什么是原型食物，什么是加工食品，好去分。你看到这个东西，你想想看它怎么来的。一块牛排知道牛的身上来的。一颗水果树上摘下来的，根茎是土里挖出来的，看得出来想得到原型食物。你看的这个汽水怎么来的？真的想不到，花生酱还可以啦。有些东西哇，真的是那个早餐谷片都那个圆形的，好多字母形状，那不知道怎么来的。那个大概就少碰。那你原型食物多吃一点。你有时候发现，我没有在算2个礼拜、3个礼拜瘦1公斤。上无，比如讲以家来讲，这个唔是原型嘛。啊，这嘛唔是原型嘛，这煎过啊。对，这煎过的袂，唔是。啊，这嘛是煎过嘛。对。这嘛唔是原型，啊，这算原型无？这嘛煎过呢，这样算原型无？我们食物没有办法完全区分，因为我们比如至少你要切、你要煮，一定要点调味嘛。但是我们尽量选比较没有那么多加工，比如如果这只鸡腿，我们能够选水煮，或者是至少用烤的，撒一点胡椒跟盐，那样就比较原形啊。这个炸过、卤过又腌过，这个就比较加工。这就是较加工的，但是无法度相对性来讲，这内面较原形的，还有这啦，这青菜应该原形啦，但是伊嘛炒过嘛，对，炒过。这冬粉都唔是原形嘿对。这豆菜，嘛是，这嘛是原形，是，这菜龟嘛是原形，这卤卵算原形，算原形的。但是有卤过呢？卤过是较无要紧，卤过热量袂。所以王医师，你的意思是讲，原型食物就是讲，我无改变伊的物理特性，伊的化学的特性，譬如讲这个米，这嘛是原型，如果我来蒸做麻糍，迄度，迄度加工啊。我们迄度加工。我们现在发现就是比如说我们吃1000大卡的素食餐，比如汉堡、薯条、可乐，跟1000大卡的青菜、鸡腿、卤蛋，这些都是原型的吃1000大卡的那个素食加别罢，还是会饿。可是吃这个原型食物，你就会比较饱足。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的大脑对于这种原型食物，它就可以提供比较多饱足感。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比如说很多加工食物吃了很快又饿了，尤其是喝的，像饮料一杯有时候700大卡，喝完之后下午4、5点又在饿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样建议？是因为我们发现说加工食物它热量多，饱足感不好。
所以我们才要多吃这些原型食物。那至于说是卤的啊，还是撒盐啊，其实我觉得那个细节没有差那么多，就是我们尽量去选择那个天平的那一端，尽量少碰这种加工食品，尽量啦。尽量啦。若是譬如讲，头早我讲，若是米，同款米，一种叫糙米，对，一种叫乌米，紫米，五谷杂粮的，这类的，有种精米，即白米，嘛有讲过灯工的米，有人讲食过灯工的米可能较无容易消化，较力量较袂吸收，敢有这种讲法？迄放过夜的米迄内底有一项物件叫抗性淀粉。迄物件食了血糖较袂悬，但是我有看过一个实验，伊就是100公克放过夜的米，甲100公克煮好的，内底抗性淀粉差1公克尔，所以讲迄热量卡路里，嘿啊，无差。迄就无意义嘛。对啊，五谷米甲这白米来讲，若是卡路里一碗是共款啦，差不多280大卡呢。但是五谷米内底有纤维啊。有维生素，有矿物质，迄营养较好。若紫米甲乌米，嘛是啊，紫米甲乌米内底有花青素。但是力量拢差不多。对，差不多。所以大家要注意哦，迄毋是讲我食落会当减肥，迄是讲内面营养素较济。是。fiber 即个纤维较济，对你的身体又较有帮助。对。但是我要问一个代志，就是讲。如果我若真正挡袂掉，若中秋节，你嘛甲我小可开放一下，像我然后去养老院我拢有习惯去养老院。人因咧养老院每礼拜三拢有一个自杀餐，拢互是大人会当添啦，讲我要食即个麦叉叉肯叉叉我要食什么披萨，我要互我。开放一个暗时我下了伊就甲你买，大家就欢喜，踮遐唱卡拉 OK 安尼，来食自杀餐啊呢。我一礼拜会当来一摆啊。一礼拜一摆，我感觉会使啊，会使啊。你平常食了健康，一礼拜一摆食即种的，我感觉无要紧的。算做一种慰劳家己啊，讲我呢头前6工我拢真守规矩，我想要一工我一顿我来自杀一下。过灯工搁要掠去关安尼，有个人是安尼想啦。是，我的意思是，我不断咧各位咧咱想我不断咧想讲，即咱人的心理机制，因为真侪人甲我问讲你是安怎有通10几档拢安尼？我讲无啊，因为第一我惊死啊，第二巴肚胃真大粒的时期我嘛经过过，感觉安尼行路会翻动啦，行路都袂自在啦。我坦白讲，毋是讲爱水，是讲安尼行路会翻动。但是每一个人对家己的身体知觉无共款。咱要如何对这日常当中要食的这个物件一餐，比如讲平常一餐要煮起来，家庭主妇要安怎来做一个较营养，佮食落较袂忧臊，要安怎来煮？营养师你会当甲咱小甲咱建议者。青菜啊，台湾人青菜普遍拢食袂够。青菜食上少。食上少。青菜一工上少嘛爱3份。3碗的意思？无，一份差不多，若是沙粿还是炒粿，差不多半碗一份。上少就对，一工爱碗半的青菜。上少。1碗半的青菜。对。但是这个问题就来哦，因为一般人家庭主妇对青菜。伊无理法啦，伊加是炒起来尔嘛，烫起来尔嘛，是，这2项啊，所以电拜先生啊，譬如讲冬瓜汤啊，还是菜头汤，迄嘛是青菜啊。就这3项啊，煮过，一个菜，一个菜，一个汤，安尼都有够啊。但我的意思就是安尼就是讲食谱爱定定变化嘛，真侪家庭主妇就是。在这个变化当中呢，失去了意志规矩了，凊彩啦，无咧外口自助餐买的要食无爱食凊彩哩，会变安尼啊。所以第一，营养师甲咱建议讲，一个人一工，毋是一顿
是一工。是一工，差不多碗半的青菜。上少。青菜爱对青菜开始。啊，那肉你有啥物建议无？食较散的啊，譬如讲，就鸡肉较散，鸡腿甲鸡胸拢是算散。啊，那各种肉啦吼，鸡肉、啊牛肉、啊猪肉，是啊鱼肉，就这种，就要安怎排优先顺序？鱼啊，鱼啊，第一鱼啊，第一鱼啊，过来就鸡肉，鸡肉，过来我感觉是牛肉，牛肉，过来就猪肉，猪肉，这4项。是。哦，啊，所以爱轮流照办。对。轮流照办。我来看部位啊，譬如讲牛肉，你若是食牛小排，迄油就真济；但是你若是食牛腱，迄就是油较少的。嘿。啊，除了油脂要安怎来注意之外，王医师，你讲有啥物建议？讲，因为真侪人毋是家庭斗阵咧食哦。我大部分拢是老外呢。我嘛是。你嘛是老外，啊，你做老外安怎食物件？我跟大家分享哦。我都很喜欢去吃我们诊所附近的一个健康餐哦，每次都吃同一点，梦曼也知道，它里面就是有紫米哦，有蔬菜啊，蔬菜2个拳头哦，我都叫2个瘦肉啦哈，可能鱼，可能鸡腿排，然后或者是鸡胸肉。我同事看，这个看起来不好吃呢，我怎么吃得下去？因为每天都吃。跟大家讲一个方法了哈，我都会去买一些比较低热量的酱，比如说我很喜欢吃辣。放一点辣椒酱上去啊，辣椒酱还好嘛，没有很多油脂，没有很多多余的热量，或者是有一些那种东南亚的那种酸辣，来自那个印尼啊、泰国，我很喜欢，然后就加一点，那就味道就起来了哦。那我就觉得很好吃，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吃原型食物遇到的问题是，我有吃饱，可是我不满足。肚子撑着，还是嘴馋呢，还是想吃一点，还是想要去吃一点零食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只顾吃饱，其实说真的也是不持久了。所以这个时候你适当的调味其实很 OK 啊，只是你调味进去的东西不要是那个。就是很油的卤汁啊，或者是很多对啊，你是加一点那种柠檬汁啊，撒一点盐啊，或者放一点我说的辣椒酱，其实这个都是很 OK 的，蒜啊、葱啊、姜啊都很好。啊，那酱平是酱，你讲沙爹较买，对，沙爹都买。啊，那是迄个什么老什么妈迄种的，刚好。什么妈一下？辣酱。油泼辣子迄种。就是他们因用就是。油了，甲迄咸姜仔甲伊摕落去煎了，啊伊迄油就红记记有哦，啊就番姜仔芳，啊嘛迄个油的。迄种刚好。啊，可是伊油底啊。油底。你油底赶快是油啊，所以你拄仔听到Scott医生讲的，拢毋是油的啊。因为你也像讲你生番姜仔对不对？番姜你可能是剁椒，因为像讲剁椒迄个酱，伊是用发酵伊的辣椒嘛，伊就酸酸咸咸嘛。可是伊是用发酵为主啊，伊无去煎啊。伊无去煎。吼，伊的热量较低，啊伊的味嘛够，又搁咸搁酸。啊，你拄仔伊讲南洋的迄嘛是啊，啊有诶南洋，比如讲你即马，你讲我无时间去买南洋酱，啊，总共你今仔拄好买着一个是鸡骨、百香果，吼，啊伊即粒盖酸的，啊盖酸食袂落对不对？啊摕来煮菜。无参上就大块，所以你著拄好摕来煮菜，因为菜就酸酸啊，你就参一个汤就变酸汤啊，就是讲食的就是有人食吼重口味，无一定是重热量，所以你来选的是这，你有说，互你重口味无一定是重热量，嘿，所以你去选迄吼，你味较有够的，所以有人时讲有真侪人讲，你还要健康哦，你还真要用迄个香料。不论是咱台湾的，还是讲南洋，还是讲外国的，迄香料，互你，我事实讲了，我感觉食即件代志吼，毋是为着食饱尔吼，食饱就有当时你想讲，我感觉巴肚饱，目睭枵枵呢，就是讲因为你无食甲你，嘿啊，是毋是？所以你无满足，食就是爱满足，伊满足毋是甲食饱尔，你爱互伊感觉食了有即个，所以真正讲你爱食了，感觉我感觉啊，我。拍拼一工，就是为着坐落来，好好食一顿嘛，毋是讲感觉啊，就是为着填饱这个肚子热量，拄好，安尼真痛苦。所以有一寡人会管迄爸爸妈妈啊，因为讲因头有糖尿病啊，有啥吼，啊拢管甲做严格，你知影？这嘛免食，迄嘛免食，迄拢啥物拢免食啊。结果因一去上班啊，爸爸妈妈随去买伊要食的物啊，伊讲明显食好细看也死无食。对啊。是毋是？就是因为无满足，所以我感觉就是讲咱。爱站这中间就是讲，我爱
力量爱管制，可是我爱好食嘛是真重要的代志。啊，这有好食，恁兜迄吼，不论是囡仔，还是讲迄老大人，怎讲，你来讲，你迄两个爱控制，你这巴肚关遮尔大，对不对？你是爱控制，啊，你一直家念嘛无效，你是要为这伊感觉会食，有好食哦，啊，感觉袂歹食哦，安尼伊才会开始啦，无拢我进前有当时伫路撞到迄少年的甲讲，哦，喂，拜托恁帮一个忙，我想讲，这个会所。平常是毋是我的粉丝嘛？因为我粉丝拢差不多把你掠过来，不是。那你讲，我嘛是粉丝啊。这个会所应该毋是我的收视群啊。啊，是安尼甲伊讲，我听到你一个问题，我说问题讲，恁咧电视的健康的节目吼，啊是真好。啊，你教吼，教一寡较好食的无？啊，你敢一定爱用遐个菜，免用遮龙虾啊、鲍鱼啊。我讲。这囡仔，伊感觉妈妈做拍拼想要煮足健康互你食，啊，可是也无好食。伊出去外口就放杯啊，就爱食啥就食啥。啊，你不如你之前咱放喺节目，伊嘛感觉好食的物啊。我讲这最重要的啦。啊，另外再甲伊讲，我毋是为着你水，想讲你拄仔讲爱动力，即摆毋是讲说女生80，男生90，你先知影家己是毋是伤大箍？大箍毋是为着好看，是因为即摆咱台湾是东亚第一大箍，你知无？肥胖率东亚第一。对啊。所以啊，可是我毋是在意讲好看，因为有人讲我健康，我是健康的胖子。活较久，毋通食较多。嘿啊，所以重点就是有的人讲，胖当然重要，我花了这么多钱吃没有胖起来，不是很可惜？有没有？我食了拢落去塞下。嘿啊，所以袂使就是讲，你爱个一个动力来讲，第一个你了解伊是安那应该要控制伊的体重。所以可能是已经大箍啊，啊内底一寡血糖的数值伫边缘啊，啊啥物啊这甲啥物有影响啊。第二在你煮的物件是用去接受的，毋是甲食甲足痛苦拢袂持久啦，婚姻嘛共款，没什么鬼。有影，跟他结婚共款。嘿，啊第三运动哦，这个史考特医师的专场，运动爱用随时用做迄种啦。你莫讲哦，有当时像我进前吼，拢是讲去运动中心啊，迄疫情一来，做欢迎疫情免去运动中心拢免去啊。要死，就先方便做的这啦，才有会长会久啦。真有影，医师啊，上后尾吼，恁两位吼，还有差不多4分钟，医师你先讲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哦，在你家己的心得也好，你看起来来找你的这个患者，大概上主要这个问题，啊要安怎用什么想法来先开始第一步？对，大哉问。第一个啦，肥胖真的是很大的健康问题哦。我们现在常见的这些健康杀手，癌症、糖尿病、心脏病、肾脏的问题、脂肪肝，全部都是肥胖来。所以像刚才素琴姐提到一个概念，健康的胖子，医学现在不认为有健康的胖子。无一个健康的肥的啦。健康的胖子长期追踪，他们只是还没发病而已，不是真的健康。所以大家真的很在意这件事情。那我们刚才讲，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战争的目标，最后是要打赢这个热量过剩这件事情。有很多种方法，我们刚才讲可以算热量，可以168，也可以照我们刚才讲的说，原型食物跟加工食物去认识清楚，去认识清楚。运动也是其中一个方法，那都可以，其实都可以。那你选一个，像有些人很喜欢那种记账记得很清楚热量也记得很清楚那这种个性的人就适合去记热量。像我比较大而化之，我就看这餐有菜有肉有一点点饭，看起来大概 OK 我就好了我这样吃我也很自在，就找到一个自己习惯的方法，然后很重要，每天量体重我们有控管的东西才会进步。如果你都不知道自己花多少钱，都不知道体重多少那个一定是。就开花去啊。对，所以这几个方式。他都我学到来。这个酱较少，迄个调味的，后要食重口味的还是可以的。营养师，就是我还有一个没有教大家改变吃饭的顺序。就是现在其实很多人都这样做，就是淀粉摆在最后，先加青菜，加蛋白质，最后再加淀粉。这什么意思？这跟这 DGI 饮食有相关因为你一顿。就算你是吃白饭，但是你先加青菜，先加蛋白质，那整餐的 GI 嘛是会较低。伊会升较慢。对。因为你若是咧当腰的时阵，随着一喙的饭就加落去，血糖就称快。对。所以有的人讲，你上无爱先啉一杯水，
较长，啊，互伊食青菜，佮食肉，啊，佮来食饭，嘛是这个意思。我的病人有跟我反映，他改变顺序之后，他饭就自然而然就吃少了。哦，嘛有这种。是。是，素云姐，这上后尾你家己你多年的这个减肥的经验，你有咱一个什么建议伫的？我建议吼，其实就是讲，像适合的医生讲的，你即摆随时去量体重，算一寡你的 BMI， 量你的腰围，量起来超标就开始做。第一个通简单的方法哦，最近最流行就是，迄盘仔摕起来，画一个十字，分4等份嘛，吼。一共2等份，你着放蔬菜、青菜，家放哦，吼。1等份就放咱拄仔讲迄圆形的谷物类啊，不论你是要用啥物五谷饭啥拢好。佫一个就是肉，你可能鱼为主啊，你鸡肉迄卖伤多。你安尼吼，你莫甲盘仔换这大，你平常你的碗差不多20几公分安尼盘仔，安尼就真好用。